咁包括啦係坐喺俄羅斯總統普京隔離嘅國家主席習近平。慣例啦，頭先俄羅斯防長別洛夫索夫啦係向參與嘅軍兵係致以衛國戰爭勝利80週年嘅祝賀㗎。啱啱亦都聽到啦，參與嘅軍兵咧係高聲回應烏拉嘅，咁係一句俄語著名嘅語句，亦都有萬歲嘅意思。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80-й годовщиной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俄羅斯防長別洛夫索夫係繼續向官兵係致以衛國戰爭勝利陸軍總司令薩紐科夫。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80-й годовщиной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我哋咧係會匯報檢閱嘅情況。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80-й годовщиной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инистр обороны поздравил.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80-й годовщиной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見到啦，防長啦，別洛夫索夫啦係完成檢閱嗰個軍事部隊，咁啱啱啦係落咗佢嘅檢閱座駕㗎。咁佢而家啦係向身兼俄羅斯聯邦軍隊最高統帥嘅總統普京啦係匯報檢閱情況。Министр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елоусов. 咁隨後啦，相信普京咧係即將發表講話㗎啦。隊閱兵方陣，值得留意㗎啦，就係中國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儀仗分隊啦，今次亦都係派咗102人㗎。佢哋咧係包括有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聯合軍樂旗。咁當中咧，亦都係有莫斯科軍樂學校管樂隊。嗱，一見到咧係一啲歷史傳統嘅方陣嚟㗎。咁喺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週年，即係10年前啦。咁佢除咗中國之外咧，外國嘅方陣係會分別按住西里爾字母係會順序出場。嗱，而家見到嘅咧就係一啲海軍方面嘅方陣，咁相信係俄羅斯部分海軍學院方陣而家係接受檢閱㗎。見到係有啲歷史嘅方陣啦，咁佢哋咧嘅特點啦係着住衛國戰爭期間蘇聯軍隊嘅服裝。方陣咧係接受緊檢閱，咁但啱啱都講到啦，我哋見到
今次嘅人數啦，最新今次咧傳媒報道係大約1萬人啦。咁上一年其實係得9000幾個先嘅啫，前年咧就唔少人係覺得低調啦、平淡啦。咁但係去到最多19年嘅時候係達到15000人。你自己點樣睇呢一個啊？嗱呢樣嘢咧就大家都有目共睹嘅，咁所以就唔需要話真係靠太多嘅一啲客觀嘅證據咧去講出嚟去證明呢樣嘢。亦都因為咁樣咧，反而咧佢個主體咧佢會擺咗喺就話喺閱兵嘅時候咧嗰種禮儀啊、嗰種交往或者點樣。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孤立嘅。咁因此嚟講咧，佢寧願咧就貴精不貴多，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係將個主體顯示出嚟。係顯示嗰種閱兵嘅友誼咧，嗱呢一樣嘢咧，反而成為咗一個主體。佢講緊白俄羅斯啊呢一啲，咁佢係一個武器啊各方面，佢都非常之先進，亦都有中國個資源喺度，以至到就話喺成個武器上規嗰度咧跨出咗一大步。除此之外，大家留意下，亦都有越南，因為越共咧其實外交咧好多時候佢都要靠呢啲盟友嘅一個資助係走到出去。係啦，咁我哋啱啱就見到啦，係外國嘅閱兵方陣啦，係入場啦。咁啱啱咧就係見到有哈薩克，咁頭先見到係有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嘅，係有到場嘅。嗱，而家畫面見到啦，亦都係第3個咧，就係塔吉克啊，所屬國家嘅隊伍啦係致意。而家見到啦，就係土庫曼啊。Проходит парадный расчет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Возглавляет парадный расчет. 嗱，而家跟住接落嚟呢一個咧，國家就係烏茲別克，咁佢哋嘅總統米爾濟約耶夫亦都係有份。而家見到啦，就係越南啊，越南嘅徒步方陣而家係進入紅場接受檢閱。咁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啦，今次亦都係有嚟到現場。而家見到啦，就係越共總書記蘇林，咁佢係亦都係檢閱越南嘅閱兵方陣。嗱，而家見到啦，就係另一個嘅外國方隊係埃及。咁今次咧總共係有13個國家係派出佢哋嘅方隊。佢哋係分為按照傳統嘅話咧，係會分為前蘇聯同埋其他國家2個部分㗎。嗱，而家見到啦，就係中國解放軍啊。咁今次咧，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儀仗分隊咧係派咗102個人㗎。Площади парадный расчет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Лаоса. Командует парадным расчетом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фон Вилайпон. Арми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х парадных частей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юз Мьянма. Командует парадным расчетом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Винхтет Ми. 見到啦，今次出席嘅領導人啦。Возглавляет парадный расчет полковник Игорь Якимов. Училище 好啦，教授咁啱啱咧，我哋睇到好多個國家嘅方隊啦接受檢閱。今次咧有成13個國家啦係派出佢哋嘅方陣嘅。咁頭先就講到，咁就話係要俄羅斯同佢哋嘅友好國家啦，係要展示更加團結嘅一面啦。咁係咪代表咧？轉變裏面咧，開始都睇到埃及其實都好想買中國嘅軍機，代表咗咧就話俄羅斯同埋中國咧呢一啲嘅比較新型嘅大國咧，其實佢哋慢慢進佔咗喺成個國際，可以咁講就話俄羅斯好似得到越嚟越多嘅盟友嘅支持。但呢種信息就非常之重要，就打破咗咧美國咧佢嗰種孤立啊同埋局限。而家嚟講咧，前線嗰度去進行一個解決。喺後面咧，亦都有中國咧嘅一個精神嘅支援，以至到話喺武器啊或者各方面，可唔可以更加改良到咧？嗱，呢一個咧亦都係去到第2個層級，我哋去講緊唔單止戰術咁簡單，而係整體地支咧就話釋放咗兩種嘅信息，一種信息就話咧喺
暗示咗背後其實真係美國嘅，但係大家都明白。只不過就話基於而家國際關係，亦都覺得大家應該互相去管個國際管控上高，會唔會稍稍放低自己嘅身段，係同中國或者俄羅斯有偈傾？嗱，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冇兩伙伴關係，講係容易，但係做起上嚟嘅時候，你點樣去堆砌？點樣一層層去做到就話大家咧係互相係配合到自己嘅資源啊、人才啊。咁佢而家喺中美貿易戰開打嘅情況之下咧，兩國不斷加強關係，因為要發展一個大國咧，一啲都唔簡單，係嘛？所有嘅基建啊嘅建造啊，嗱呢啲原材料咧就好重要。中國固然咧係有一啲嘅叫稀土或者乜嘢，但係始終咧唔係所有嘅原材料佢都係有喺度。俄羅斯正好就話咧喺大宗嘅石油啊，或者係大宗嘅資源貿易嗰度咧，佢可以係補到呢個缺口。咁因此嚟講咧，呢一個嘅補充或者係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就可以拉低咗咧中國自己本身嗰個生產嘅成本。除此之外咧，喺個消費嘅市場嗰度咧，亦都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安穩嘅一個市場。咁而俄羅斯嚟講咧，亦都得到中國資金嘅支援啦。咁以至到就話佢可以喺個盧布啊上高咧，都有一個好強力嘅資源。咁而家成日都講到全球南方國家啦，你覺得都係基於個美惠共同體，佢會覺得就話由開始經濟係叫做一路去打造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佢係進步緊。中國可以作為可以做得到嘅時候咧，將會咧係成為全球共同治理裏面咧一個好重要嘅強國。會唔會令到個反西方情緒更加激烈咧？嗱呢樣嘢就亦都無可避免，因為美國嚟講咧，佢而家喺全球咧，佢都係用一種比較強力嘅操控嘅方式。預期嘅未來同西方嘅國家係咪都係好難達成一種穩定甚至和解咁樣嘅態度？見到啦，佢繼續接受檢閱。見到啦，兩國領導人分別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俄羅斯總統普京，剛才亦都係交談緊。咁稍後咧喺徒步方式接受檢閱之後啦，咁相信咧就會輪到重型武器啦，係。啱啱亦都提到咧，2024年舊年咧，咁頭先亦都提到啦，0時到5月11號0時，俄羅斯咧係將會實施停火，期間一切嘅軍事行動咧係將會停止。咁俄羅斯就話冇無可否定嘅，俄羅斯咧其實咧對呢個閱兵嚟講咧，佢覺得可以咧提振到個士氣同埋軍心。要知道就係打一場仗咧，有時咧我哋《孫子兵法》都會講啦，係嘛？你一直咧係為第二階段裝備檢閱咧係做好準備。嗱，而家見到嘅咧打頭陣嘅咧就係叫做傳奇啊 T-34坦克啊，係打頭陣。咁點解會係 T-34咧？咁按照傳統咧，軍事嘅閱兵咧都係會由蘇聯 T-34坦克提拉開序幕，因為咧呢架坦克咧係二戰期間當陣時嘅納粹德國咧係缺乏有效嘅武器係應付佢嘅。咁當陣時咧對納粹德國係造成好強嘅衝擊㗎。所以咧，亦都係被俄羅斯。都係有唔少嘅戰爭嘅老兵，咁佢哋亦都係獲邀出席嘅。
次預計咧係會有超過130件嘅軍事裝備係會通過紅場。咁當局啦，為咗可以俾更多民眾參與同埋見證啦，俄羅斯各個聯邦電視台亦都係會現場直播成個閱兵儀式。咁但係啦，受邀嘅人咧，先至可以到現場係參與閱兵儀式。咁獲邀睇閱兵儀式嘅人咧，就係包括啱啱提到衛國戰爭嘅老兵啦、各國官方嘅代表團同埋政府機構代表。咁展示嘅裝備咧，亦都係包括 T-90M 坦克、VM 坦克。咁相信稍後咧，洲際彈道導彈亦都係會展示。Впервые на Красной площад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новейшие 152-миллиметровые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е системы, такж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образцы реа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залпового огня «Торнадо-С» и тяжелых огнеметных систем ТОС-2 «Тосочка». Возглавляет парадный строй капитан Сергей Казаков. Огневая мощ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х образцов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нести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противнику. 教授，我哋而家見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坦克啦，同埋唔同嘅軍事裝備檢閱啦。你自己點睇俄羅斯嘅軍事力量而家？俄羅斯嚟講咧，常規嘅軍事力量咧，佢真係有幾多種嘅配搭。呢種配搭就係你要確保啲常規武器唔受到呢個損害咁樣。咁因此咧，佢更加咧着意去發揮佢嗰個叫防空嘅系統、防衛嘅系統，甚至雷達監察嘅系統。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就講緊咧就話嗰個叫導彈嘅防禦系統。咁導彈防禦嚟講咧，講嚟講去都係講緊咧 即係呢個即係 S300啦，同埋 S400啦，呢兩款其實嗰個軍用嘅導彈系統咧，都係非常之好使用。咁喺好多嘅戰場上高啦，甚至係對呢個烏克蘭嘅一啲嘅戰士咧，往往都會有一啲嘅界別就出動到呢一啲武器。嗱，而家見到啦，就係今次新型嘅天竺葵2無人機啊。咁今次呢一款天竺葵2無人機咧，可以話係備受矚目㗎，因為今次咧佢係第一次亮相紅場閱兵啊。咁頭先提到嗰款無人機啦，佢嘅翼展咧係可以去到2.5米㗎，咁可以喺60米同埋4000米任意高度飛行啊。佢嘅無負載飛行距離咧係達到2500公里。Мимо трибун проходит техника воздушно-десантных войск в составе колонны БМД-4 и БТР-МДМ «Ракушка» 106-й гвардейской воздушно-десантной Тульской дивизии。先講到你話實力都越嚟越強啦，佢哋軍事，特別啱啱都見到有一款係第一次亮相嘅無人機，你自己點樣睇啊？但係現代嘅戰爭咧，有好多時候咧就強調嗰個戰略，令到大家有即係意料之外嘅一種收穫。即係第一，你無人機你嗰個成本比較低，你發展呢個無人機如果係空群而出嘅時候咧，將會對呢個地面啊一啲重要設施咧造成咧重要嘅破壞。咁因此嚟講咧，而家大國都喺度諗緊點樣咧係盡快去發展佢嘅無人機，越多係越好。將呢啲無人機如果可以擺喺一個戰艦上高去叫發揮嘅時候咧，將會咧係不下於咧你去發射呢個炮彈。咁因此無人機呢個戰略咧係成為咗無論係監察或者係攻擊或者一種防禦咧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幫手。好，我哋而家都見到啦，係另一款亞爾斯洲際彈道導彈啊。咁佢亦都係俄羅斯著名嘅武器嘅分導式核彈頭。而家咧亦都係輪到
飛行表演隊亦都係會出場，咁見到啦係有俄羅斯軍方唔同嘅飛行戰機。 В составе уникальных пилотажных групп «Русские витязи» и «Стрижи» на истребителях Су-30 и МиГ-29 возглавляет 咁繼各種嘅武器展示片段之後啦，亦都係到空軍攻擊機同埋空中戰機。嗱，咁見到啦，而家呢啲戰機啦係拉出俄羅斯國旗3色嘅圖案㗎。 咁見到係有白、藍、紅3色嘅彩煙啊，而家係由戰機度噴發出嚟。而空軍飛行表演隊組成嘅編隊咧，而家係飛越紅場啦。咁按照慣例啦，空軍飛行隊表演隊出場啦。 嗱，而家就係去到另一個環節啦。軍樂團啦係會走位清場，而家係清唱軍樂。嗱，咁見到啦，軍樂團啦而家係再次走位。 Оркестр покидает Красон.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80-я годовщина. 咁佢哋到陣時咧係會向無名烈士墓係獻花，並且係會默哀。而家見到俄羅斯總統普京係向今次參與閱兵儀式嘅軍人啦。 係逐一交談，同佢哋握手致意。咁見到佢身後啦，係俄羅斯嘅防長別洛烏索夫。咁佢而家係陪同緊俄羅斯總統普京，係向參與今次閱兵儀式嘅軍人。 係握手。咁相信咧，佢哋係頭先嗰個徒步方隊嘅一啲代表。Команди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роты разведчиков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Цыганов.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уровского ордена почета учителя полковник Якимов. 咁除咗中國解放軍之外咧，亦都係有多個嘅外國嘅代表。